太好了，像安尼死我透烂无计界，确实是上好的观察者。安尼，原计划完全会当达成。你莫甲忘啊！想。要有人搁我嘞，搁一个，啊，是你呀！哼，戆眼头，我已经把你的灵魂解放，你煞另外搁捡一个肉体倒转来。这摆，你好胆卖走！意志坚强，趣味。不过，恁的代志，连讲搁讲啦。我叫你莫甲顶当。啊，伊就是你的。放心，煞落来，我就要甲解救啊！免是签落呗。